當婚姻去到盡頭，雙方認為要用離婚去解決彼此之間嘅矛盾，可以透過家事調解去商討重要嘅議題，例如子女嘅照顧、資產嘅分配同埋將來生活嘅安排。為咗對自己同仔女將來生活有個保障，雙方喺離婚嘅時候都希望會有一個妥善嘅安排。今集我哋請咗香港家庭福利會理財教育中心嘅社工葉姑娘同我哋分享離婚之後理財要注意嘅事項。其實離婚由一個家庭變做兩個家庭，生活水平無可避免就會改變啦。咁喺有啲調解嘅個案當中咧，父母即使佢哋離咗婚都好啦，仍然能夠合作一齊去減少一啲嘅開支嘅。譬如佢哋能夠確定到照顧小朋友嘅時間，就可以減少托兒嘅費用啦。又或者有啲父母咧，佢哋按自己嘅能力去照顧小朋友，督促佢哋做功課啊，或者幫佢哋溫習，減少一啲補習嘅開支。另外咧，我哋有啲個案咧，如果佢哋能夠確定到探視嘅時間，唔係同小朋友同住嘅家長照顧小朋友嘅時候，同住嘅家長就可以揾一啲兼職嘅工作，咁就可以增加收入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 ，Ruby 啊，仲有冇啲咩方法可以開源節流啊？其實方法就好多種啦，但係最重要咧，我哋要避免入不敷支嘅狀況嘅。咁可能一般嚟講，我哋將錢分做4份啦：儲蓄、消費、捐獻同埋投資嘅。咁如果有盈餘嘅底下，當然就將啲錢盡量儲起嚟啦。咁有一個預備嘅基金，預發準備一啲突發或者一啲意外嘅事件啦。如果仲可以嘅話咧，將啲盈餘可能放落一啲比較被動式嘅投資嘅機會，咁真係諗過度過先進行投資嚟到對抗呢個基本嘅通脹。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冇啲小貼士可以同我哋分享下？tips 就真係非常之多啦。我哋講緊其實你食啲乜嘢反映你乜嘢人，你點樣講説話，點樣去行路都係反映你一個人嘅性格。其實使錢都係嘅，你將啲金錢放喺乜嘢嘅地方，其實好反映咗你價值觀，追求緊啲乜嘢。我哋講緊金錢製造翻嚟嘅回憶啊，或者經歷啊，其實都係我哋成個人生嘅軌跡。咁所以咧，我都會好希望咁多位朋友或者父母啦，多少少去了解自己嘅價值觀嚇，成個人生究竟想將啲錢放遠啲5年、10年嘅資產，或者20年，你想將啲金錢放喺邊一個地方？有幾多放落自己個人身上，或者小朋友身上？最重要嘅，可能父母要小心留意自己會唔會有補償性嘅心態，去喺物質上咧過度供予俾自己嘅下一代同小朋友。咁希望咁多位父母同埋成年人啦，都可以去照顧好自己嘅財務同心靈，用一個更加好嘅姿態去承接我哋嘅下一代嘅。係啊，我都同意啊。咁試過有啲家長咧，因為補償嘅心態咧，就會想買多啲嘢俾小朋友啦，尤其是非同住嘅家長啦，好似好耐冇見小朋友，於是乎就買玩具啊，買一啲食物啊咁樣。咁調翻轉啦，同住嘅家長有陣時好似覺得一個唔完整嘅家庭，所以咧亦都要補償翻俾自己嘅仔女咁樣。咁啊，其實唔同嘅即係小朋友喺成長嘅階段裏邊有唔同嘅成長嘅需要啊。咁所以父母真係好重要咧，就要視乎小朋友嘅需要咧，而調整佢哋嘅方案啊、合作嘅模式喺度。其實如果父母能夠好好咁樣合作，係對仔女嘅最大嘅福祉。我哋希望透過調解，可以令到雙方和平理性咁樣討論，由爭議變做商議。今集講到呢度，你有咩意見呢？留言話俾我哋知。如果你中意呢個片段，請你 like、share、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啊！下次見，拜拜。